日2月份的台语沙龙讲座吼，要来请咱即个吴老师吼来分享伊的创作啦吼。咱你讲个台语文教基金会吼，自2008年开始吼，就伫个即个官方还未开始办世界母语日活动进前吼，咱基金会就开始拢有咧办世界母语日活动啦吼。迄个咱在座知影世界母语日倒是讲啦吼，倒是讲讲一下。对，这边知影，这边敢知影？哦，有的人嘛是无一定知吼。2月21啦吼，221吼，是即个联合国吼教科文组织所定的即个世界母语日啦吼。会定即个世界母语日，吼，咱知影即个规年通天有足侪世界什么日，世界什么日足侪吼。有即个世界母语日嘛是即个1990年代吼，其实就是有真侪语言学者发现讲全世界吼6000几种语言内底，可能有将近一半，甚至搁较侪的语言，有可能活袂过后一个世纪吼。所以就是伫安尼的状况下吼，即个联合国呼吁大家爱重视家己的语言吼所以就定即个世界母语日吼，嘛有人翻译做国际母语日啦吼。总是就是讲呼吁大家爱至少家己的语言无换安尼就对吼，安尼的日子吼你感觉台语文教基金会？对2008年开始吼，就拢有咧办世界母语日的活动吼。今仔日这是咱的其中一场活动吼，借台语沙龙讲座吼，邀请咱即个台语创作者吼，来即个分享伊创作的遮个心路历程啦吼。亲子融合的活动，也是讲要互亲子做伙来参加的活动吼。伊有迄个一厘米即个社会吼，伊嘛是办袂少吼。我相信就是透过民间搁较侪创作者吼、有志做伙来投入咱的即个母语相关活动吼，咱的即个母语的生命，咱的在地语言生命才会愈来愈有活力吼。刷落就把时间交互咱的卢老师吼，一个创作生命吼，我相信伊本身是我感觉是足感性吼透过伊的作品，我感觉就是一种足稳定的。对语言的关注，对土地关爱即款的力量啦吼，咱甲时间交互卢老师。唱我的母语，就是我伫咧写台湾数句的歌。吼，我大汉查某囝今年18岁，18岁进前，伊一出世我就决定要互伊全母语的一个环境。18当前，迄阵佫困难，佫足困难。迄阵伊差不多2、3岁时有一遍我带伊去。台安森林公园遐耍耍，耍，伊都雄雄定伫咧一个查某囡仔面头前，袂顶袂动。我想讲伊是啥物代志，我就去遐问讲，阿玲你是啥物代志哪会无顶动？伊讲妈妈，迄个龟的印模要安怎讲？我想要甲笑，伊会晓讲龟啦，伊袂晓讲乌龟，伊要共借迄个印模咧耍耍。妈妈，龟的印模要安怎讲？安尼，来去台耍。伫台我咧讲话就是拢咧甲伊讲台语的时阵。台学生迄阵听着，亲像看着对外市来的人，他会说台语，他会说台语。我想讲，我是伫台湾无，我是伫咧地，会晓讲台语，敢是遮尔特别的代志吼。所以就是一直讲，就安尼讲，我拢念台语故事说互伊听，若需要，所以我讲囡仔若需要就创作，譬如讲。毋知遮有饲母乳的妈妈无吼？迄阵咧饲乳的时阵，伊就是拢会安尼用伊的镜头安尼饲我的，我就唱一条讲：叮咚叮咚，奶奶伫底；叮咚叮咚，奶奶伫遮。母的奶奶温暖的滋味，母的奶奶香个甜。叮咚叮咚，奶奶伫底。叮咚叮咚，要食奶奶。因为伊安尼饲，我感觉像咧饲电电，讲爱开门。所以就是一开始有安尼的创作。来就是讲，伊嘛差不多2岁外，阮就是开始有找老师参加这个强学。因为伊迄阵可能讲想要伫厝内生饲母乳，所以想要互囡仔接触迄种足自然的教学。所以阮就是较接触即种 Waldorf。无写伫顶原，
华德福华裔讲华德福的教育方式。即个教育方式就是讲，咱来对即个星球四季的运行来过日子，吼。所以呢，有一遍阮就是坐车要去哩花园新城的时阵，花园新城若是4月啊，差不多油桐花拢会开到出水。迄阵一边看，我就一边即个歌声就家己安尼传，我就唱讲。油桐花，白花花，4月时也满树水。油桐花，白花花，风若吹过哪落雪。油桐花，白花花，日头照着灯笑容。油桐花，白花花。雨若落过我的背。台中的幼稚，可能阮有看过油桐花，吼。当然，这有伫个第一张出版叫做《春声》，春天的声内底。而且呢，阮咧做伙共学的时阵啊，定是爱用唱歌来做一个活动的开始。所以迄阵大家拢搁咧唱华语的维园曲仔的歌的时阵，阮就是拢维园曲仔做伙唱迄个季节的歌，也是念迄个季节的念谣。所以我就写即个我甲你，你甲我，牵手为一个圆曲仔，遮尼大。圆曲仔响出咱的歌，就大家开始为曲仔，就开始唱歌。另外就是讲，春天有时啊，就是定定嘛会落雨，所以呢，我就为着这落雨，嘛是写一条落雨仔美，想讲，互囡仔对即个文字啊。接触到即个自然的演变，嘛，互即个文字就是讲，变啊讲，就是讲，毋是，嘛是算讲有一点仔勇敢，有一点仔文啦，吼。所以即条落雨仔美听起来就亲像是安尼。落雨仔美，落花美，滴滴答答落去倒位，落到小溪底。念谣的时阵，互囡仔有一点仔骹手的震动，吼，比如说我会讲安尼，落雨仔美，落花丽，滴滴答答落去倒位，落到小溪底，落到树叶边，落到花面顶，落到厝尾顶。落到土骹底，就像个安尼，吼，种囡仔有需要就创作，因为我家己学袂记哩自我介绍，我家己本身是学音乐的，我迄阵读的时阵，佫叫做艺术学院，伫个干道的山头半山头遐，所以人讲文人上倾向，就是讲，歹势，家己学音乐就较爱唱家己写的歌，所以若无法度唱别人的歌，就只好家己需要就家己创作安尼。来就是要讲着讲，谁啊会有遮个创作会使一直出来？因为事实上我是搁差不多。1、2礼拜1个月，因为我有咧教学，教学有需要就是家己写，吼。阮阿母的手艺甲陪伴，我细汉的生活，
因为我是高雄囡仔，所以阮演过就是布袋戏，也是迄个歌戏，吼、歌戏咧迄个新明咧生迄个时阵，因着搭迄个边仔，阮阁有用迄个草绳啊较粗的，绑伫咧戏台骹海青树的，毋知阁有即种记忆无？吼、我只是感觉真可惜，我差不多到大学较有接触到南管，我南管实在非常的优雅。但是我若是细汉接触是南管，我应该即摆做的物件是应该可能会无共吼。比如讲歌戏，互我啥物养分？阮东哥了，一时无注意，呛呛行来呛呛去，行路亲像去了风送去，来到大街边看一个天，街仔路人要满真是，迄边伫底做大戏，等我要踩着慢车时，来去台骹先看猪啊。像安尼的时阵，即种我着其实我顺序无啥对吼，安尼的即种念的方式，我今年有做一条。这是我看一个故事，算讲是一个非洲的故事。伊故事的意思就是讲，有一个王国，迄个王后是乌婆啦，我即马是甲改做红姨，像讲较有一个本土化，吼。迄个用王后伊是自为红姨啊，伊吼无爱互讲着误，讲着误你着死翘翘，吼。来呢，着骨若，着规年趟天拢无落雨，无落雨，逐个拢摇巴肚。有一个查甫人啊，伊着咧，逐个要去啉水的迄个溪仔边起一间厝，起一间厝呢，伊搁伫门骹口摆5堆番薯，伊着甲经过动物仔讲，你来算，你若算看几堆吼，算会着，我着遮番薯拢送你。去个动物仔就是拢算1、2、3、4、5，着随死翘翘，因为迄个红姨讲，你若算到无着死翘翘，迄个查某人着甲即个动物仔食去，食到一粒乌豆。吼，真圆润润安尼，圆滚滚。有一天呢，来一只珍珠鸡，伊就搁来珍珠鸡讲，你算看觅，若是5吼，我着这番薯拢送互你。珍珠鸡着一尻川坐伫即个番薯堆，伊着1、2、3、4，搁一堆尻川坐甲真舒适。着迄个查某人着做出生气，搁甲讲一遍讲，你吼你搁算哦，1、2、3，安尼就算到5着送你。伊搁讲一遍，讲1、2、3、4，搁一堆尻川坐甲真舒适。迄个查某人着足生气，气甲头壳着火起，着讲，你着甲我听真足。1、2、3、4算2、4、5，变成伊死翘翘。我后头着互珍珠鸡食入去巴肚，当然这是一个有笑话哦。一个王国，一位红姨是王后，伊无爱互人讲着误，讲着误死翘翘无外路。1月3月过半冬，日头赤也无地顾，开年冬歹收成，逐个拢总摇巴肚。一个查某人足干巧，去出去啉水的溪仔路，放落对番薯店门口，若是动物仔来过路，伊就眼空空对因讲：1、3、4、6、7、8、9，算会着番薯你摕咧走。来的动物仔真中好，1、2、3、4算到5，死翘翘无外路，互查某人食入巴肚。1天、7天、12天，查某人一天都讲讲，珍珠鸡来到门口徛，迄目直空空，甲鸡仔讲：1、2、3、4、6、7，算会着番薯就送互你。珍珠鸡行过来，搁行过去，一尻川坐伫番薯堆，1、2、3、4，搁一堆尻川坐甲真舒适。查某人听着真生气，又计无意，搁继续讲：1、2、3、4、6、7，算会着番薯就送互你。珍珠鸡搁应一摆，1、2、3、4，搁一堆尻川坐甲真舒适。闹甲查某人去骨骨，闹牛牛，你真出车听真足。1、2、3、4算到4、5，换伊死翘翘无外路，互珍珠鸡食入巴肚。就是讲，我嘛会做这种代志，甲一个故事变做一条歌啦吼。安尼咱搁照即个顺序来走。刚才有讲，种歌戏，10点我着有即个
10粒仔的记忆，就可能变成像安尼的一个创作。来就是讲，我细汉的时阵，阮兜差不多会照起工啊，啥物时阵做啥物庙，比如讲包粽，就包粽嘛是有写，但是囡仔我惊讲袂完，就孙子祖孙。我上介意的就是讲，要赶人的时阵，我妈妈一定会做红油米糕，吼。迄个要碗粿年的一定会做碗粿，吼。当然同齐一定爱生影，吼。元宵其实元宵应该是外省人的物件，对无？嘿，所以元宵我就是举即个古仔顶的即个创作吼。元宵我著做华语的，我著无做台语的，因为想讲是即个文化的原因啦吼。即个红油米糕就是想要安尼吼。但是我搁要比啊，是嘞。当天要到风微微转凉，囡仔会翘手来爬铃铃，乌白做米超甲真招稳，做予伊芳芳甜甜又软软，愿意冷冷汗，搁搅歌汤。食入腹肚骹手，心中满温顺。我现前有摕迄个，感谢，迄个四季的主家的歌吼。我这较早期的创作就是讲，你会晓唱，你就会晓煮，就是甲迄个要安怎煮，写伫咧即个歌内底。这是早期的创作是安尼。因为这是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我的查某囝，大汉查某囝甲。因为我查某囝伊是读沃罗菲学校嘛，沃罗菲学校伫咧1年仔的时阵，就是足注重即个唱歌，因佮注重一定爱用某一种 scale 音阶的迄个唱歌的歌曲，所以就无法度就拢，如果无法度嘛，家己爱写就家己写，所以老师就是讲，安尼咱来写一块这吼，迄阵要画冬天啊，就会使互因一边唱，一边甲这物仔做出来。比如讲碗粿嘛是，即三题拢是因为老师上课要用，迄个老师啊，毋是我会晓食尔，所以我迄阵嘛足好，就是讲，伊要煮啥货，伊着爱先做互我食，无着爱互我食，你来讲，安尼我有感觉，写会出来，所以伊会晓煮，我会晓食。有的人就讲，老师你出迄个煮食的歌，你家己做到煮，我讲无会晓食，佮出一支喙会晓唱安尼吼。即个碗粿。因为因学校是食菜的，食素食的，所以阮就是放香菇、菜脯安尼吼。即个会使甲顾做伙。真滋味，真滋味，当日食我来，我怀疑，拿出白烧米酒，油锅菜脯掺做伙。咱应该是摆一个像讲，会使一边安尼个片，安尼就爱有迄个卖食，安尼个会使，互迄个经济较好，出会晓做食的人就是会使安尼大家互相，安尼即条唱的可能搁愈来唱，但是大家等下食完啦，迄个元宵已经结束啊吼，即条就是会使互囡仔，嘛是会使用动作类比。所以伫一个同齐时，自剑芳遥遥的腹肚真满意，自甜甜嘴内心内拢欢喜，呀来团圆规家大细笑眯眯。比如讲米糕，还是碗粿，还是鱼仔，我是讲做写爱写讲，即个物件会对外口进入内底，进入咱的身躯内底的时阵，咱互即个食物支持，所以比如讲温暖，还是讲
满意笑眯眯，互咱食着好食物件。如果我家己愈想要食，莫搁讲。我若是规伊裤仔的时阵，有写着有一寡骹步。正月15日大年三伏，大人囡仔行着快乐的脚步，紧紧慢慢，静静熬熬，厝边隔壁欢喜真好，花牛光光，花牛光光，照金兰街路。好。阮即摆带强项，阮是用菜头，有人用菜头做过无？菜头就是，对，把甲迄个菜头挖出来，肉挖出来，肉挖出来，等下有一个菜头粿，就会使煮菜头粿。挖出来的时阵啊，你甲用个薄薄，是毋是迄个菜头伊就变薄薄听，薄薄一层的时阵，你会使伫顶悬刻花，甲。伫咧即个有空的即个菜头内底，用蜡烛，用一个线甲菜头吊起来，安尼就是会使去挂菜头鱼顶，吼，挖出来就是会使煮菜头汤，还是煮菜头粿，随走出来。你写即个菜头粿的时阵，就是我想讲，米伊阁是丢的时阵，伊色啊是金色的。米是田内的金仔，菜头是土内的白玉，吼，就是讲，这拢是足珍贵的物件。若是话咧做事的人，因若是真正用即个友善土地的方式，迄是更加我感觉是较困难啦。无袂逐个拢用去厝用叶仔嘛。所以若是真正是安尼种出来，真正迄米就亲像金仔，菜头就亲像白玉，食物拢是足珍贵的。吼，所以。用安尼，吼，咱的囡仔咧唱的时阵，知影讲，咱会使得到遮个食物，拢是无简单的代志。用活幼幼活，石米幼幼活，串一丝一丝串，菜头丝丝串，米是田内的金仔，菜头是土内的白玉，欠芳加入菜头炒，倒入米酒慢慢吹。所以这嘛是讲，你会晓唱。你就会晓做，伊就甲你讲，欠芳像安尼活吼，即摆无较够工啊，即摆应该是拢买人无好诶，来就是拢你材料拢准备好啊，欠芳加入菜头炒，倒入米酒慢慢吹，吹好一人菜头粿。最后一句我是有一个意思藏伫内底，食了一碟，再来一碟，是安那我是用再来，毋是讲搁来一碟，你要对再来米。所以就是讲，创一个意味伫内底，再来米吼。哇！对无煞尾，因为就是第一就是讲，我祖囝因学迄个受迄个瓦罗的教育，因就是有一个固定的音阶嘛。迄个音阶就是讲，囡仔因是对天顶来，因咧细汉的时阵，搁到天堂有一种连接。你若互伊伤济，比如讲哆来咪哆，拢落落去的声音。因会较无法度遐尼定甲天顶连接，当然这就是讲你相信你着安尼做。另外就是我家己感觉安尼写，就讲，想要无唱完，想讲，会使搁听一遍。想要迄个旋律，一直伫咧脑海内底，吼，蚵仔煎，迄个煮食歌啊，
唯一一粒素食的，就是即个，毋是素食，炒的就是即个蚵仔煎。啊，迄阵有个人要来买即本册的时阵啊，伊阁问讲，是全部素食吗？我讲歹势，毋是全部素食，就是蚵仔煎，毋是素食的。啥咱会写即个蚵仔煎呢？有一遍，阮互邀请去迄个丰苑，大家毋知影有去过无？就是迄个国光石化，啊，即马就是停起来嘛，吼。啊，即个我写讲，蚵仔住伫个定定的壳内底，随着海涌的歌声摇摆，甲海中济济画面游戏，退潮的时，日头送来光甲爱。我想咱要写日头送来光甲爱，因为啊，迄个所在蚵仔是真珠蚵仔吼，伊袂错，伊生只嘛袂错。迄阵阮去。因为阮去参加活动去唱歌，伊有互阮交代阮伫遐，因当然嘛有现行啦，啊，就甲阮讲，这现只袂错，我真正食是现只袂错，现只袂错的秘诀就是遐的日头光少足济，所以伊现只，讲现只，伊现只袂错，所以我就特别要写即句讲日头送来光甲爱，因为伊遐的蚵仔，佮讲一遍，现只袂错，像咧做广告，你若去遐会使。因路边拢有咧摆，哦，就是会使买一袋仔拢备好啊。第一段到遮，主角是蚵仔，第二段人加入来，住伫哪哪的海边仔，听海风甲海鸟合声，哦，海风声真好听，海鸟唱歌，坐万步的海牛车，毋知恁有看过即个海牛车无？伫丰苑因遐特色就是因上牛车来载即个蚵仔。不离个我听讲，即几年因为着员工有换做是车，啊无特色了，改成总连有即个疫情的关系种种啦，就是讲较无安尼特色。我感觉真无彩，因为迄阵阮看到是牛车咧载有一种时间伫遐是无重要的。互咱会使安尼看着牛仔，安尼慢慢仔行。啊，牛仔佫是一个真，我感觉真有魔法的动物。因为进前咱祖先佫有咧做事的时阵，牛仔是拢做帮助嘛。啊，伊安尼播物件，你慢慢播，慢慢播，毋知伊头壳咧想啥，可能想咱拢毋知影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因无佫用牛车真可惜。啊，迄阵就是佫有万步的海牛车，采收蚵仔，心中满满的感谢。因为啥安那？因为天地愿意，互遮个好代志发生。因为天地真愿意，阮的蚵仔有可口的滋味，佫是咧做广告。加上阿母的好手艺，鸡卵、蚵仔甲青菜，摊加了后，喙齿上满意。我感觉无人摕出去做迄个代言，足可惜。但是我蚵仔真的大，放一条这袂歹。蚵仔大伫田中的壳内底，随着海洋的歌声摇摆，甲海中济济画面游戏，退潮的时，日头送来光甲爱，住伫那那的海边仔，听海风甲海鸟合声，坐万步的海牛车，采收我。心中满满感谢，较特殊的音阶，啊，即条开始伊就是一个有调的歌。我家己咧写的时阵，我毋知影大家年岁。我一边写我是迄个 Under the Sea 的迄个画面就出来，所以我写即条我就是有想 Under the Sea，Under the Sea， 就感觉讲有互伊迄个灵感，吼，一部分是对遮来，啊来，拄仔即个
即边的即个标题就是讲阿母的手艺，甲我细汉生活。我妈妈是对13岁去学做衫，伊13岁去学做衫，所以就是做衫做裁缝。啊，阮细汉的时阵，伊虽然较无咧做啊，但是就是阮穿的衫伊会做，后壁讲也是讲朋友有甲拜托也会做。啊，我会记哩印象足深就是讲，我有一个厝边，因老爸伫咧大统上班。 毋知高雄人敢知影大统百货迄阵，因老爸甲先做甲毋知经理啊总经理，啊所以因兜是生3个祖囝，啊阮兜是4个祖囝，啊因兜拢穿足水吼，啊我妈妈就看较皮，即摆有讲啥物山寨版，吼，我妈妈就是会讲，感觉若真领好看，啊伊就会讲做一领有一粒仔像的，但是当然手工无共啦。 啊，所以我细汉时拢，比如着就是拢会穿着阮妈妈做的衫，一直到今，我妈妈即马80，哦，有时啊，伊今年嘛是阁有做衫互我穿。啊，我有咧教课嘛，讲除了即个亲子的剧卡，吼，啊，亲子的歌曲，我另外就是有几啊学生啊，因伫学龄前的亲子。 剧较毕业了，因的妈妈讲，佮希望佮教我继续上课，啊，所以我就有做即个学龄后的课程。啊，学龄后的课程实在是真侪拢是华语啦，因为因伫学校的需求，我会南抄，啊，我做的特色就是讲，我会用一个故事，啊，即个故事我会感觉讲，我会想讲，啥物部首，还是啥物字，是即个故事的 center 的中心。 啊，我就用即个字来做一个歌，所以我就做足侪部首歌，拢是华语的吼。啊，但是即个部首女性的女，我是做台语，因为就是想讲，嘛是纪念我的老母吼，安尼甲阮照顾。啊，即种部首歌一开始拢是数字，啊，但是我第一遍做投影片，我惊讲摆袂入去，我就甲1、2、3女，大家拢有晓写吼。 啊，就3月呢，1、2、3，啊，我若第一句呢，我拢是查迄个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内底就是讲，女的即个形体是一位女性，伊跪坐伫涂骹。啊，所以我所有的部首歌，拢是第一句拢是说文解字出来的。哦，啊，有一位女性跪坐涂骹。 和婴仔轻声唱歌，伊的脸甜甜芳芳，伊的囡仔安心眠梦。来个1、2、3，一位女性跪坐涂骹，系针线加布做衫。伊的手幼如灵卡，伊的衫守护大细。啊，当然咧写物件时阵，尽量希望会使押韵啦吼。啊，但是有时啊，无法度就准拄煞。1、2、3，一位女性跪坐涂骹，和伊仔轻声唱歌。伊的脸甜甜芳芳，伊的耳仔安心眠梦。1、2、3，一位女性跪坐涂骹，披针线甲布做衫。伊的手幼如灵卡，伊的衫守护大细。就是安尼，就是讲，你迄词吼，你退潮嘛吼，退潮啊，较咱台语就是讲退老啦。哦，退老安尼无要紧，会使搁改。爱部首吼，字平。哦，字平，感谢感谢。啊，即个花花香木色鸟啊，是旧年春天的时阵做的，就是去爬迄个山啊。木色鸟的叫声，毋知各位有听过无？差不多像安尼吼。啊，袂晓写的
写一个差不多。吼，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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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树哪啥人唱歌？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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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只我真正快活。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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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有意是啥款的歌？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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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宵灯水双双相望，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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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皮搭无啥人在哭，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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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只我用嘴在吐，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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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早温暖舒适的早，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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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有行，好好来讲。啊，这个往来意思就是一定爱唱互大家听。这个往来是做趣味声啊。你敢会记即中国第一个要甲咱买物件是啥？禁止咱买互因的，就是往来。所以我迄天看到新闻，足气的，气甲阮，我有一个团嘛，我老师有讲蔡明玉，阮拢是拜三练唱歌。迄天练唱歌的时候，讲。即件代志我足生气的，中国遮尔阿爸，啥物，你讲，啊无老师你做一块歌来唱啊！我拜三甲因练了，我就是有时啊爱去一跪差不多一摆，我去迄个云林的一个瓦洛的学校，伫咧高中遐吼，甲因遐老师唱歌，我就坐高铁咧，我就先甲即块笑出来，因为伤过生气啊！哦，伫温暖的土地，互热情的日头晒。毋惊打，毋惊热，毋惊赤夜。天甲地的力量化作我的血，尖尖长长，若宝剑闪星光。风甲沙的锻炼，成做我的皮，粗粗勇勇，若铁甲真坚强。光甲水的支持，收藏变我的果。黄硬硬，甜蜜蜜，映日光的心。往来是。伫咧较山地哦，较大，毋惊热，毋惊打，毋惊热，毋惊赤阳。啊，迄个若宝剑闪星光，真正就是你要整，我就甲你整，是毋是？啊，咱的迄个皮粗粗勇勇，就是铁甲嘛是有一种要整的感觉吼。但是呢，光甲水的支持，收藏变我的果，往来实在是足好食。哦，虽然我听讲要去采收是足辛苦，因为伊迄足臭的嘛，所以。我著写即个，是因为对阿强啊伤过生气。希望大家订 YouTube 就是讲鼓励创作者，因为其实做即道安尼录，当然我做代志袂想要做麻烦，所以我就是用手机啊录录的，囥起哩。哦，所以有时讲音质可能无偌好，啊有人讲啊你想爱做义务，我就是有诶代志我就是无爱家己做，我就是无爱做义务，但是我会甲歌词囥伫迄个说明的所在，啊我就是无爱开时间。去做个离开即个创作的代志。对，真正有人讲，啊，你若不爱做义务时阵，我就讲，啊，无讲有啥物人要帮我做无？这真正阁有一个人出来讲要帮我做，啊，做一阵仔了，就搁伊讲无时间，我无要紧。反正我就是希望讲，咱做上想要做的代志，咱甲咱的力量囥伫咱上想要做的代志，啊，其他尽量会使简单就简单吼。安尼
来就是头拄讲着，这大自然对我细汉的开始生活人文的部分，吼。啊，大自然对我的，互我的养分。啊，另外就是讲，人伫即个土地顶悬的做个代志。啊，我藏两条命，因为就当然就是讲佫有啦，哦，但是就先藏两条。啊，第一条是报仔，迄是有一遍，嘛是即摆拢做代志拢10档来算，10档前带阮祖囝因去人老啊，就是安尼去宜兰报仔。啊，我迄阵较先是4、5点，落去田内底。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讲，我咧踏入即个水田内底，伊迄土是毋是安尼软软啊？迄个寒寒。我甲我的骹包的，我感觉有够舒适的，比人安尼SPA吼，拢觉得佫较高级，安尼甲你包甲安尼完全包甲安尼，足大对啊，吼拢。伊迄我就感觉想迄阮阿母的手，软软的温柔亲像阿母的手。当然这是一个假想，毋是真诶阮阿母的手，无安尼温柔啦。后来讲，阮咧报仔时捏这椅仔伫手中，我看这椅仔遮尔啊有生命力，青青滑溜溜，亲像椅仔的目睭。这就算讲，其实无啥物解啦，但是就是讲。像阿母有影啊，像人的力量，伫个即个世界，一直传的。啊，即个报仔有一个要诀，就是讲爱倒体，大家拢有敢有人报过，就是爱倒体，讲踮在天地中央，咱报仔是伫即个天甲地中央，人伫中央，弯腰倒卵。啊，我是安怎写？水渐温，日渐光，因为我印象足深的。迄阵4、5点啊，我踏落迄水的时阵，我是去家啉水，感觉足冷。但是你慢慢啊工课，当然你做是你的身体活动来温暖起来，但是实际上日头照，水是渐渐啊温，或者渐光。啊，想要伫咧即个歌内底，互大家一种合作的感觉。腰若酸，朋友会来斗骹手。加查几丛，要甲田连相分享。因为我去查的所在，伊是用秀明农法，毋知有人听过秀明农法无？就是一种日本的自然的农法。啊，迄个农夫甲阮讲，学进前因伫个伫咧台北的幸福农庄，毋知有人听过无？李淑因的所在吼，我第一遍撞着即个黄先生是伫遐。啊，迄阵。我印象足深的是，迄阵阮囝阁愈细汉，阮报完，感觉足欢喜的对无？伊就讲，等恁走，阮全部拢甲会搬起来，停住。算讲，这算一种观光的行程就对啦。就是伊互咱咧遮个囡仔去亲近即个大自然、即个土地，但是你做这阮是无法度互伊发起来吼。啊，我的印象是安尼。到即个黄先生伊搬来即个南澳的时阵啊，我讲，安尼你敢要讲较详细？阮囡仔即摆较大汉啊吼，啊要安怎报？你讲者，伊讲无要紧，恁加插几丛无要紧，着互田地来食。我感觉真好呢。田地啊，福寿呢？反正我是写田地啦，啊福寿呢外来种。因为我是讲，伊甲伊演过，伊讲反正总是爱搬起来种菜，伊即摆讲。无要紧啊，恁顾在恁插，反正就田地照无要紧啊，吼，啊，我感觉真好。啊，等即个，伊落随已经，伫我已经成熟的时阵啊，咱嘛会使甲厝鸟啊，还是田鼠，做伙分享，把酒来过冬天。所以这是我应该是第一条写甲做事有关系的歌。咱讲过一句话，弯腰倒卵。弯腰倒卵。你有倒卵应该个词啊？倒卵毋是安尼。无这个词呢？真个哦，但是因为我迄阵咧写时拢是好佳在即条还袂出版，拢是请教一个长辈。倒卵。倒卵，伊是宜兰人，毋知敢是宜兰的讲法。
我个也是个请教。论是迄落啊，你迄个骹无离，骹无离后骹呢，安论过，摩擦，那个论，倒铁。车卡大的水泉中，冷冷的温柔，亲像下有的树，叶定仔的树中，采采花溜溜，亲像伊的目睭，踮在你的中，弯腰的你将等你。煞去，但是我会一直唱袂煞。啊，今年我有做一个新的试验，就是今年4月9号伫管协会树仔的解说歌唱会，就是讲我写做一个树仔的歌，像遐拄仔内底有气泡，啊，游东辉这边可能即摆无唱，桂花礼拜嘛会唱，哦，啊，佮迄个红树。啊，佮迄个落仔树，落仔树知影无？落仔树足重要的哦。落仔树伊就是讲证明咱台湾是南岛语族的上北边，因为伊是有公母，啊，所以对，我有甲即个落仔树对南岛语族的重要写入去即个歌词内底。落仔树啊，佮有啥物？因为落仔爱食。对啊，落仔食，水冬瓜知影无？水冬瓜其实迄是华语，我甲。伊有写咧查无，我就选啦。水冬瓜嘛是迄个加海拔会当常常看到。水冬瓜，第一句就是水冬瓜，毋是冬瓜，安怎名有冬瓜？是咧摇味的，是咧摇味菜，还是咧讲笑花？这丛树仔有偌趣味，要知你着爱听落去。你若是我不爱唱啊。你若袂4月9号来，啊，另外一个就是讲，用台语欣赏即个古典的音乐。目前我有做的就是毛片仔，内底有几条毛片仔、抹茶的毛片仔嘛吼。譬如讲，伊有看过毛片仔的人手可叫我看者，魔笛 Magic Flute， 伊内底就是有3个天使，咧帮助迄个主人。然后本来歌词我来唱咧，这3个天使伫你身边，拄着危险伊在帮助你，认真和温柔少年有智慧，你爱听因的建议，行你的路，祝福你希望真紧搁再会。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啊，比如讲，伊毋是内底有一个掠鸟仔的人。我的工课就是掠鸟仔，每日过着逍遥又快活，我真有命，逐个拢知影。伫这片广大土地上，若是予我拄着一个水姑娘，我一定会，我袂记来，是嘞。好，因为这算讲，对啊，就是讲迄个，迄个亚龙甲 Peter， 嘛是有写改台语写哪会写，其实都互阮大汉查某囝栽培有对。因为我毋是讲伊细汉就是专台语，啊，我就是要弹这音乐无听的时阵，我就甲伊变成会当唱歌。譬如讲 ，Peter 甲亚龙有知影的朋友，就是Peter 伊要出去耍，伊若讲袂使，外口有一只亚龙。这是音乐名。音乐好咧，袂伊若讲无爱互伊出去啊，啊伊阿公是用8笋低音管分的嘛吼，
袂使出去。外口有一只野狼，伊的巴肚真枵，袂使出去，袂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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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口有野狼，袂使出去。所以就是讲，今年可能会做遮的即种试看嘛，就是阮遮就是有的所在，就讲毋是为着别人的认同，咱要做，但是水一直滴一直滴，就会透过一个头发。你一直去做即件代志，不管如何，你就一直去做。毋知影当时啊，你的伴就走出来，找着伴迄个时阵，大家就拢。你毋敢讲举手互我看，大家拢心内想要扬起，有一缕火开出来安尼。所以伫咧即个台语路18当前，阮是阁愈无伴。阮18当前台语也好，伫厝内生囝也好，拢足少人咧做。阮就是讲，当迄阵想要做就做。虽然讲，所以我的第一张就是讲孤单，但是坚定，因为咱感觉即个代志是好的。有啥迄讲起来足复杂，不管是讲即个语言本身足水的，还是讲我足介意经过迄个黄辉老师打出来主持迄个民视的节目，我拢甲阮细汉查囝，我甲细汉查囝咧等因大姊的时阵，阮就会看讲，语言是文化的底底，文化是建国的根基，建国的根基。根基嘛。所以，阮查某囝拢有晓背，语言是文化的底底，文化是建国根基。不管是大家是因为感觉即个语言水，还是为着讲即个文化，你想要传落去，还是想我真正会希望咱会使有家己的国家，就是讲，但是每一个人会使做的无共，就是坚定做落，你的伴就会走出来。偌久会走出来无要紧，反正你就是做即件代志，就是你想要做，你做着会痛，你毋通做着感觉足辛苦，做着讲哪会拢无人要甲我做伙，你就是爱做甲家己痛到你笑到安尼，就为着阮祖囝定感觉讲我足奇怪，要笑啥？我有时啊，家己的歌，其实我迄阵内底有几条歌，譬如讲迄个闪这牙，甲迄阵迄个气泡。因为有一个人用我物件去出，无甲我讲，佫四界讲白菜，所以我著写歌的时阵，我著想要治疗我家己，你要慢，你著注意迄有刺哦。你要乌白去甲人讲话，你著注意我毋是迄个，当然我是无甲伊安那，但是我著讲透过即个创作，我家己治疗我家己。迄个人安尼闪就闪，你要走哪里去？这是天道地道的代志，你要走哪里去？所以。我写这歌，嘛毋是讲雕故意讲一定要即个方向，我就是迄天拄着迄个相坐遐，我哪会知影我拄着，拄着就是安尼，写家己嘛快乐嘛足痛，我就继续行落去安尼。